拜財神啊，千祈唔好一嚟就入神殿，可以先喺殿門口外邊順時針咁拜四方，跟住咧喺財神爺個門口嗰度又拜一拜。呢個咧就係五路財神真運法嚟嘅。另外，農曆初一同埋15唔好去拜祭，亦都唔好喺子時或者亥時去拜祭。財神爺都要清靜同埋休息嘅。有條件嘅話咧，去拜祭之前咧就沐浴更衣，保持乾淨企理，照住咁做就得噶啦。拜祭嘅時候咧，香火要點單數，一般咧點3支香或者5支香就夠噶啦。點着咗之後咧，先至拜，千祈唔好用個口吹熄嗰啲香，一定要記住啊，唔好講粗口或者講啲抱怨嘅說話，亦都唔好亂咁觸摸啲神像，呢啲都係大忌嚟嘅。拜祭完嘅祭品可以同屋企人一齊分享，寓意咧就係分享財氣嘅意思啦，福身無量。視頻中邀請到許羅業道長，係江西龍虎山天師一脈65代道長李大明嘅嫡傳弟子，現職無為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協會2025屆協會成員，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宮殿碧雲殿常駐道長，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龍王廟常駐道長，亦受邀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慈山寺2025年元旦蓮花燈叩神法會道長代表。許羅業老師長期致力於傳播道教文化，喺道教法術、奇門遁甲同風水等領域有獨樹一幟嘅技術同技巧。許羅業道長向港澳台甚至海外人士廣泛招生，如想進一步了解，請聯繫我哋。